讲平安。平安是主耶稣赏赐予咱的一句话，平安。伫这个时代，伫这个世代，平安对每一个人来讲，拢非常的重要。所以咱会当坐伫遮是上帝恩典，咱会当伫早起就来到遮敬拜伊，用祈祷来到伊的面前，嘛是上帝恩典。所以咱对心底大大的学了咱的主，因为伊听咱，伊拣选咱，互咱会当进入伊的荣耀内面，互咱会当用祈祷来到伊的面前。这是咱的福分，所以咱就爱搁较敬虔，用圣洁的心来敬拜伊。要开始进前，咱三甲来祈祷。我的神，我的上帝，我感谢你，感谢你的拣选，感谢你的呼召，感谢你，互阮会当成做你的囝儿。伫世间，伫台湾，还阁要失伫6款的宗派内面，阮却有福分，会当成做你的囝儿。阮要安尼来成做欢喜，成做是荣耀。主感谢你，互阮会当进入祈祷的恩典内面。主啊，这个早祷的时间虽然时间无真长，但是主，阮相信，阮每一个祈祷拢要成做一个祝福，阮每一个祈祷拢要成做一个有快乐的帮助。主，阮恳求你兴起阮每一个人的嘴，互阮的祈祷成做一个祝福的出口。愿主赐福阮今仔日的敬拜，赐福阮的祈祷拢成做芳芳的祭献予主。愿咱的感恩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，阿免。咱先来念一段经文，咱来学了咱的主伫诗篇18篇第3节到16篇第4节，啊，阁有诗篇145篇第3节，咱做伙来念吼。我要求叫应该学了的耶和华，我着就得救脱离我的对敌。因为耶和华最大，应该受极大的恶恼；伊伫正生命的顶面，应该受敬畏。耶和华至大，应该是大的恶恼，伊的大到无法测度，伊的大到无法测度。虽望咱伫一个变动不安的年代，咱犹原爱宣告主耶和华的平安，伊的慈爱要甲咱每一个人三甲之地，因为伊的疼无法度测度。咱来敬拜前，咱来用这条诗歌，我的神，我要敬拜你。咱用较深的心的敬拜来到伊的面前。我的神，我要敬拜你。我的心，我要敬拜你，我的心要爱你，我的心深深地爱你。伫你之主前，我思想你恩典，我的心我要敬拜你是你。我心灵的满足。你是我心灵的满足，你是我唯一的喜乐。伫你的左前，我思想你恩典，我的心我要敬拜你。我的心，咱用赞美好不好？我的心，我要敬拜你。
到第6节，咱做伙来读。上帝啊，我的心自在，我要吟诗，我的心情要唱歌学乐。起码色啊，你着精神起来，我本身要真早精神起来。也好我要伫万百姓的中间感谢你，伫列邦的中间唱歌学乐你，因为你的慈爱较大天，你的诚实到强冲。上帝啊，愿你权大搬过遐天，愿你的荣光搬过全地，求你听阮，用这手牵救阮，通互你所听的人得着救。咱拢是上帝所听，对不对？所以咱拢会得着救哦。咱我可以人得着救。咱嘛要甲华语的看一摆，因为华语的翻译会当搁较清楚。好，来，咱念华语无问题啦，吼，来，做伙来。神啊，我心坚定，我口要唱诗歌颂。琴瑟啊，你们当兴起，我自己要及早兴起。耶和华啊，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，在列邦中歌颂你，因为你的慈爱大过诸天，你的诚实达到穹苍。神啊，愿你崇高于诸天，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。求你应允我们，用右手拯救我们，好叫你所爱的人得救。我们都是神亲爱的人，所以我们要这样的宣告：我是神亲爱的人，我必在神的里面得到帮助。所以接咱要来祈祷，咱同心来为着家己祈祷。为咱家己伫任何环境内面，拢靠主来得胜。拄仔经文有足侪甲咱讲，上帝要真做咱随时的帮站。咱嘛为着咱厝内面的和谐、平安、健康、经济、稳定、交用来祈祷。为着咱全家足重要，会当全家归主，经历上帝的同在。咱为着这几项，为咱的家庭来祈祷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祝福阮的家庭，祝福阮每一个人的家庭，祝阮每一个家庭伫任何环境内面，拢会当坚信倚靠你，互阮信心不移来倚靠你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阮每一个人的家庭，求你祝福和谐、平安、健康、稳定的经济，互阮教会的稳定。主啊，阮教会主你拢知，求你亲自帮赞，亲自帮赞阮。主，阮也为着阮每一个附中教会的兄弟姊妹全家为主献上祈祷，恳求主将这个稳定小事每一个家庭，和每一个家庭囝儿世世全家拢要成做主你的囝儿，感谢主，阿门，谢谢主。接着，咱要来为着病痛中的兄弟姊妹来祈祷。伫咱的教会中，咱知影有也是周报内面有侪有病痛的，特别伫恢复中的兄弟姊妹，咱拢来为因祈祷。病痛会互人软弱、失去信心，特别对失去上帝的信心。望咱伫祈祷中来坚固因的心，保守因会经历主的同在甲医治。咱做伙来开喙，为咱所知影遐兄弟姊妹祈祷。上帝，你是医治的主，我要将阮的兄弟姊妹，将阮的身躯边，伫病痛中、伫软弱做伙人，因的困难，因医治的过程，仰望伫你的手。求主使阮舒服，求你使着奇妙医治伫每一个人的心中。主，阮将因放伫你内面，主，你知影每一个人的需要，每一个人软弱，伫因软弱的时阵，恳求你来扶持因。伫每一届的医治过程内面，主你使着医治的灵，互因每一届拢行入康复的道路。愿主赐阮，愿主保守每一个兄弟姊妹。主，阮在座兄弟姊妹，若软弱心里软弱的，主啊，恳求你嘛保守因，恳求你的圣神来扶持因，互因会当得到扶持，因的性命嘛得到光荣。哈利路亚！主啊，将因仰望伫你的手。阿门，阿门。所以，叫咱要为着这个4月初3花莲地东受灾的百姓来祝福。刚才咱坐伫遮看新闻，敢若无啥感觉，因为咱无伫迄个所在。但是咱搁一摆去家想，咱若是伫迄个所在，
啊是咱家己拢有经过地动，迄个惊吓甲不安是有偌深。所以咱有当时袂当做啥物的时阵，就是敢若求救上帝，求救上帝施恩掌权伫即个地动内面，互遐个受灾的百姓会当得到安慰，啊，互因会当早日重建因的厝，啊，地动的性命，特别会有失去性命的家庭，咱为因来祈祷，遐个哀伤可能会足久，但是求主怜悯，咱的主是慈悲疼叹的主，伊要伫祈祷内面来安慰遐个人。啊，咱特别嘛为着咱所徛起的台湾这个土地来献上祈祷，因为咱知影地动是无法度去避免的，所以咱常常甲主呼求，主啊，赏赐阮台湾这块土地是平安的。检采有地动，但是阮相信主要用伊的手来扶持，互咱平安徛起。咱为着这四项来献上祈祷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怜悯的上帝。在我的手在咱的一摆一摆，用好你的手，用你的一双手，就来扶持主啊，你满满的安慰正义的心。主啊，检采这是真不简单的路，失去厝内面的人在听，只有主你当安慰，只有主你当扶持。主啊，恳求你施落一大安慰伫内面，特别帮助的救灾的团队，会当对因。这个所在，咱真大的资源，愿上帝施恩赐福，愿地掌管伫阮这个土地顶面，这地动的所在会当紧紧恢复因的生活。主啊，中间的路真困难，但是主你伫内面掌管，阮要得到帮助。主啊，恳求你祝福阮台湾这块土地，互阮会当安稳徛伫这个土地顶面。主，愿你保守阮，看顾阮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煞接咱要来为着咱的牧师中职区长牧区事工来献上祈祷，为着咱的牧者，为着咱的区长，为着咱遮所有咱的团队献上祈祷。求主赐了谦卑忠心为主做美好工的心志，互咱的教会成做一个上帝所欢喜的教会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感谢你，用双阮牧者来做使款。主啊，我求你，你的亮光时常来照亮因，互因在主你的心里，成做好的牧者，和主你合一，互你为主下面这段，这是富强教会迎旨50禧年的宣告。伫咱教会伫大厅迄个条啊，也有这几句，有五个宣告伫内面。有当时咱行过拢无发现，对无？咱搁一摆来宣告，富强教会是永生上帝嘅真理的调酒。咱做伙来念，咱做伙来宣告，来做伙来。富强教会是永生上帝嘅真理的调酒。富强教会是活出听的健康教会。富强教会是积极传福音的教会。富强教会是信徒灵命丰盛的教会。富强教会是代代门徒培育的教会。阿门！咱做伙起来敬拜咱的主，请咱起立。你若行动无方便的，你会当坐咧敬拜。我的心，我要敬拜你，我的心紧紧地爱你，你的走近，我思想你温暖，我的心我乐敬
心，我要敬拜你。我的心，我要敬拜你。我的心紧紧地爱你，以你的做主，我思想你稳定。我的心，我要敬拜你。你是我生命的满足，你是我唯一的喜乐。以你的做主，我思想你稳定。我的心，我要敬拜即摆甲咱的主讲，你是我心灵的温柔。你是我生命的满足，你是我唯一的喜乐。以你的做主，我思想你稳定。我的心，我要敬拜你。我的心，我要敬拜你。我的心，我要敬拜你。感谢主，互咱的人敬拜伊，要敬拜主来大声哦，来，阿来大声来欢呼，唱我的主。我想来欢呼，我的我的主耶稣，传扬你不离我听你心忧愁。我想来欢呼，我的我的主耶稣。
宣扬你不必大听，牺牲救赎，大声来欢呼，我乐我主耶稣，尊贵尊严的主，尊贵尊严的主，尊贵尊严的主。哈利路亚！哈利路亚！是咱的主，是尊严荣耀的主，伊阁是掌管咱一切的主。咱继续来敬拜伊，耶和华已经掌管。主耶和华，我的心，我的王，我的心被我靠你。今仔我靠你的拢不免惊，天后你的地就开啦。主耶和华，我的心，我的王，我的心被我靠你。今仔我靠伊的拢不免惊，天后你的地就开啦。愿你的阳光，愿你的阳光拨过主天，你的荣耀光归全地，你统管万物，你的望，万国万民拢明白你。你是有英雄，心属的心，你无难遮的主。我心要坚定，我嘴要学路，要好我主伊掌管。主耶和华，我的心，这是我要的颂歌的时光，我的心要我靠你。掌管的所在，掌管的时我靠你的路免行，天后你的地就开啦。愿你的阳光，愿你的阳光拨过主天，你的荣耀光归全地，你统管万物，你的望，万国万民拢明白你。你是个奇妙心事的心，你无难遮的主。我心要坚定，我嘴要学路，要好我主伊掌管。主耶和华，我的心，我的王，我的心被我靠你。希望我靠你的拢不免惊，天后你的地就开啦。愿你的阳光拨过主天，你的荣耀光归全地，你统管万物，你的望，万国万民拢明白你。你是个奇妙心事的心，你无难遮的主。我心要坚定，我嘴要学路，要好我主伊
咱的人生盛世第二首。